忙碌咗一日，日頭嘅你返工照顧好自己，處理家頭細務，唔同嘅事，可能都冇俾自己任何機會去停落嚟，去好好休息，感受內在嘅平靜。既然嚟到一日嘅尾聲，邀請你同我一齊俾10分鐘時間自己，喺瞓覺前放空一下大腦，釋放今日累積嘅疲倦同壓力。歡迎嚟到冥想小貓嘅睡前冥想，你可以瞓喺床度或者盤腿而坐，調整至一個舒服嘅姿勢，跟住我一步一步咁進入平靜嘅狀態，俾自己慢慢沉浸喺放鬆同安穩之中，輕輕合埋眼。而家容許自己同內在嘅世界暫時隔離，呢一刻係屬於你自己嘅時間，冇嘢騷擾到你，亦唔需要急，唔需要趕，慢慢放鬆落嚟。我哋將注意放喺呼吸度，唔使特登去改變呼吸嘅節奏，可以好純粹咁感受空氣流動，特別係空氣點樣進入同離開你嘅身體。吸氣，1、2、3，呼氣，3、2、1，感覺新鮮嘅空氣進入你嘅鼻腔，流入肺部。吸氣，1、2、3，呼氣，3、2、1，慢慢釋放所有唔需要嘅緊張同壓力。吸氣，1、2、3，呼氣，3、2、1，一吸一呼，身體嘅肌肉越嚟越鬆弛，越嚟越柔軟。而家將你嘅注意力放喺身體，由我哋嘅頭頂開始，感受額頭慢慢放鬆，眉心打開一啲，面珠燈、嘴角都變得輕鬆，用你最舒服、最放鬆嘅表情，唔使用任何力，好好享受呢段時間。然後再放鬆你嘅頸、膊頭，唔使再繃緊，再用力，慢慢軟化落嚟。雙手嘅肌肉再去到背部、腰部，通通都放鬆晒。感覺每一寸肌肉都鬆弛落嚟，最後放鬆埋大髀、小腿、腳掌、
逐漸釋放今日所累積嘅疲倦，輕飄飄，冇晒力感。可能你會發現內心仲有啲壓力或者情緒未完全釋放，腦袋都仲會有好多諗法走出嚟。我哋嘗試了解下佢哋係咪過去經歷過某啲事，未能夠徹底釋懷或者接受，定係同事、家人之間嘅摩擦令我哋感到煩躁，定係有其他令你特別心煩嘅事？如果揾唔到原因都唔緊要，只係需要嘗試去了解同觀察。我哋試下揾下呢啲感覺積聚喺邊度，會唔會喺膊頭，或者喺心口，甚至可能喺腦海入面？而家我哋唔使抗拒，慢慢觀察佢，唔需要評價，單純感受佢嘅存在。當我哋願意停低腳步，靜心去觀察，會發現其實好多時候，我哋嘅情緒只係需要更多嘅關注同理解。唔好急住去壓抑自己，可以對自己溫柔一啲，俾自己時間去感受同消化。好，我哋慢慢吸一啖氣，再呼出。當你呼氣嘅時候，想象自己將所有嘅負擔都吹入一個氣球度，一次又一次吸氣，呼氣，繼續將身體嘅負能量都吹入氣球度，吸氣，呼氣，氣球越嚟越脹，直到你覺得所有壓力同疲倦都已經喺氣球入面。而家我哋可以輕輕放開雙手，睇住氣球慢慢升上天空。越升越高，越飛越遠，直至完全消失喺視線之中。觀察住佢哋離開，同時感受下身體嘅變化，會唔會感覺輕盈咗？更加自在。而家俾少少時間你，俾自己全身心感受呢個舒服嘅狀態，非常放鬆，非常享受。感恩我哋有呢段咁放鬆嘅時間。亦要多謝自己抽時間俾自己休息、放鬆。而家將注意力慢慢返到當下，感受住你嘅身體同環境之間嘅聯繫，感覺你嘅身體喺呢一刻所在嘅位置，身心都準備好休息。希望你有一個安穩深層嘅睡眠，
俾呢份放鬆同平靜伴隨你進入夢鄉。晚安。